好，来继续来看国民党举办福德正神的祭典，党内四大带头，吴敦义、王金平、朱立伦甲马英九拢有参加。甲吴敦义问讲有要选总统无？伊讲4、5月会来决定。福德正神的祭典，马、吴、王、朱4个人拢做伙。祭拜时，吴敦义调工打进前一步，表示伊才是带头的。要怎么团结大家啊？ 有没有团结的口号？四大天王合体出场的时，马英九连战徛伫第一排，吴敦义排伫第2排，朱立伦、王金平两项是有讲有笑。朱立伦早就准备总统初选，王金平讲初7就公布。吴敦义媒体专访时表示讲保留1%参选的机会。没有这样讲，我只是讲可能有征召的这个状况，但是不会是所谓2阶段。那你自己呢？你自己参选？ 我自己是不是参选？我会在4月初到5月初当中做决定嘛。因为敢有要参选吴敦义无公平，毕竟就算有4个日头，基层议员直杀高雄市长韩国瑜，甚至在国民党修改党章，就算无领表，嘛会使列入考虑。不会修改什么党章，党有这样的规矩，就会依照这个规矩来做事。 韩市长是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们彼此会同心协力，共同努力啊！就算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伫这款场合赶紧离开，无接受访问，也过证人穿西装，啊，王金平穿一领美白色外套，特别领眼，好产生嘛是希望外界重视伊的存在。